大家都知道啦，自從特朗普上任100日之後咧，佢所推出各項政策咧，其實係令到國際金融市場咧係對美元嘅信心咧係削弱咗嘅，甚至乎咧有部分認為咧係對美元作為第一大國際儲備貨幣咧，有啲人都覺得咧即係嗰個信心咧都同以前係唔一樣。咁甚至乎大家睇到啦，好多嘅機構投資者大基金咧都盡量做分散投資嘅工作嚇。頭先好似阿余總裁所講啦，金管局都做緊降低美元資產，不管係債券，不管係股票，佢哋都要降低去歐洲、去亞洲，包括日本啊，我哋香港都係嘅。咁呢個趨勢係有可能持續嘅。咁所以我想話啦，如果大家金融市場對美元嘅信心係削弱咗啦，而我哋就有7.8嘅掛鈎聯繫匯率掛鈎。咁如果美元弱咗，其實會點樣影響我哋香港嘅資本市場，甚至乎我哋總體個經濟發展呢？關於美元嘅資產啦，咁變咗咧呢一個咧，其實阿陳議員講得好啱嘅，就係依家市場都多人講咗。呢一次4月份見到美國嘅股同埋債都同時跌咧，就會去諗：咦，我係咪應該做多啲分散投資咧？咁我哋由市場嘅一啲唔同嘅一啲參與者聽到翻嚟咧。係都有嘅，係大家去睇緊同埋做緊，咁亦都係分得好散嘅，即係你無論係歐洲、亞洲、就日本、香港、內地都有去將部分嘅資金咧擺去呢啲唔同嘅市場。咁但係至於香港嚟講咧，有一個好處咧，就係大部分嘅環球投資者咧，佢呢個階段為止咧，都係一啲美元作為基礎嘅投資者。咁如果港紙同埋美金係掛鈎，即係話我哋唔使擔心嗰個匯率會揈嚟揈去，你今日就升啫，我唔知你下個禮拜會唔會跌噶嘛，咁咪少咗一個匯率嘅擔心。咁而港紙跟住美元弱咧，亦都帶嚟一個好處嘅，就係咧令到我哋香港其實嗰個競爭力咧係強咗嘅。就算你話係出外旅遊又好，或者咧係我哋啲旅客入嚟去使費咧，其實係平咗嘅喺某程度。咁都有一個即係叫做啲相連嘅一啲好處。